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教育聊一聊这个招生教育产业、教育行业吧。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它昨天有一篇报道叫民办中学不香了。然后这个每日人物他今天有一篇文章叫这个文科硕士的最后一条路也快没了。这个文科硕士最后一条路是指什么呢？指的就是民办高校。这个民办高校现在招不到大学生，所以这个民办高校也干不下去了。然后这些本来这个文科硕士不好找工作，都去民办大学去当老师，作为最后一个选择。现在一看也保不住了，所以这正好这个一个是新闻周刊关于这个民办高中，然后这个每日人物呢是关于民办大学的。所以我们看看他说的是啥。民办中学不香了。他说最近广州中考招生落下帷幕，民办高中招生大规模遇冷的情况让人始料未及。他说广州中考补录结果显示，40多所民办普通高中未招满，部分学校甚至出现零招生的情况。在广州今年中考人数增加1万，普高学位吃紧的背景下，民办普高招生剩余学位却过半，这个确实反常因为这个普高实际上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这个今年广州的中考人数还增加了1万，那按理来说这个民办的普通高中就不至于那么惨，但是现在却是40多家民办高中没有招满，甚至还有零招生的。那这个是不是广州一个地方的现象呢？不是民办中学招生遇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广州同时今年杭州有近半，就是有一半的民办高中未完成招生计划。南宁、南昌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南宁有市区15所民办高中未完成招生计划，部分学校招生人数不足计划数的一半。南昌市城区有18所民办高中未完成招生计划，部分城市的民办高中为填满名额，甚至将录取线降至当地普高最低控制线以下。不光是什么杭州广州这地方，连一线城市上海也是这个现象。今年上海民办初中的招生情况远不如往年火热，以往因招生火爆触发摇号的情况大为减少。民办中学不香了。相关数据显示它在统一投档阶段，广州有37所民办普高中外合办高中招生计划完成率不超过 50%， 甚至有9所学校的招生计划完成率不超过 10%。补录阶段之后，仍然有近半数民办普高没招满，16所学校招生不足一半，4所学校招生不足 10%。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其他城市，比如在广东的佛山，今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是59964人，其中民办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是18563人。而今年佛山高中9062个补录名额中，公办高中学位仅占72个，民办高中学位达8990个。然而经过补录，当地民办高中整体招生情况仍然不理想。值得关注的是，广州今年部分招生仅为个位数的民办高中，学费整体较高，这类学校每年学费和住宿费用总和往往超过20万元。在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看来，民办中学整体收费较高，其学费、学杂费、住宿费以及生活费远高于公办学校。在如今形势下，家长对教育要求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精打细算，这对民办校招生影响极大。除了高企的学费，不少城市最近几年不仅不增加公办高中学位数量，还加大力度扶持中本一贯制。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些措施抢走了部分原属于民办高中的生源。这个梁挺福认为他说民办高中遇冷还受到国内中考制度改革的影响。近些年教育部逐渐加大普高录取比例，职高教育改革也在加速，公办普高录取人数增加，原来部分考不上公办普高需要入读民办高中的生源因此减少。同时职高3+4、3+2等培养模式改革也促使部分学生宁可就读职高也不上高学费的民办高中。以广州为例它是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新增5598个公办普高学位，
此外，与高收费民办普高招生遇冷形成的对比是，今年广州部分公办中职项目人气高涨。以往广州只有3+2，就是职高3年后直升大专，就是职业大专，就是再读2年3+2，但一般都是中考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才会被分流过去。今年广东省第一次开展中等职业教育与应用本科3+4，就是7年一体化培养改革试点，就是你读3年职业高中，后面直升再读4年，你就是本科嘛，就是3年中专不用高考就能按对口专业接着读4年本科。那你说那小孩就愿意去读中专了，读职高这就相当于他虽然读了中专读职高，他还能去读本科，而且不用高考。说被认为是广东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一次尝试，首批2个项目各招收20名学生，大受欢迎。中考平均录取分数达到了669分。这个我有感觉不知道跟哪个权贵专门开的这个后门，对吧？4+4嘛。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像这种改革你先不要急着叫好，就是你看到底是哪些人受益，是广泛的大家都能受益呢，还是他这个门一开，对吧？他是为某些人量身定制的。就像有的地方说公务员不卡35岁年龄了，这个大家一听是好事对吧？你公务员考试不要卡35岁这个年龄，但是往往刚开始都是你比如说他把放宽到45岁考公务员，你是考不上的，对吧？他是专门为某些人定制的。有些人对吧，这毕业以后在大厂或什么的赚的钱赚够了，40多岁正好卡着这个点就按照这个标准，人家就进公务员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改革你先不要急着叫好，先看一看他到底汇集了哪些人，对吧？还不是汇集了董小姐这样的人吗？4+4，最后对吧？卫健委一查，就董小姐一个人有问题，其他人都没问题你说你上哪儿说理去吧，对吧？韭菜牛马，你明明感受到不公，但是没有地方说理，对吧？出了事就是董小姐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对的，没问题。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在招生遇冷情况下，中外合办项目成为此轮广州民办高中缺额的重灾区。他说比如广州市黄广中学还有广州市新桥学校、广州市番禺什么祈福英语实验学校，在招生方面均出现较大缺额。一直以来，中外合作项目和与之相关的留学规划都是民办中学的强项。在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看来，他说目前国内留学市场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出现了降温现象。他说这几年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整体评估留学的性价比，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国外治安较差，出国留学不安全。这个说法好像总感觉哪儿不大对劲其实我们现在胡锡进老师包括很多正能量都说咱们的治安是全球最好的，对吧？那个国外那个治安比我们要差，这个好像说的也对，对吧？因为你在国内你晚上1点2点你在大街上走很安全，但是你又解释不了，对吧？这个1年级小学中学那家长都在学校门口接送，为啥？既然你是最安全的，那为什么小孩上小学上初中你要接送呢？这现在不光是城里要接送农村也要接送，你看这就是很奇怪的，就是矛盾的地方。一边咱们确实觉得我们治安是最好的，一边小孩上学还要接送。你既然治安是最好的，为什么小孩上学还要接送？而且老师必须把孩子交到你家长手上。所以这个家长说他说国外治安较差，出国留学不安全，那你出国留学总不用这个家长接送吧？回国同样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从投入和收益角度看，留学的性价比在降低，这个倒是事实目前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国际生设置了种种障碍和歧视，这使得部分家长和学生放弃就读民办高中、国际部或国际班。梁挺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民办学校生源数量的减少，也与近年不少城市落户放松以及多城的教育改革不无关联。部分原本需要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得以享受较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这个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你学生就那么多，对吧？学生你每一届多少学生，这是固定的一个数，对吧？他如果去上了，他本来他上不了公办的，他上民办，对吧？因为这个户籍限制那他现在上公办了，那公办里面也会被挤出来的人要去上民办因为公办的名额也是固定的，所以这个解释比较牵强他说有广州学生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自己孩子之所以选择学费较为昂贵的民办小学，与他们夫妻双方但是没有广州户口息息相关，因为要想享受广州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
有房有户是重要条件。最近几年，广州落户政策不断放松，我们已经符合要求，有了广州户口，今年孩子小升初就可以享受房产所在学区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这位家长表示，还是那个刚才说的道理啊，你那个优质公立教育资源，对吧？你的孩子上了，因为他那个一个学校就8个班，或者是6个班，或者10个班，对吧？一个班就40个人，那是固定的。你上了，恐怕就有别人孩子上不了，他就得去民办学校，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据了解，最近几年，广州陆续取消了全日制本科生、中级职称人员等入户的社保参保年限限制，在广州市有参保记录即可落户，大批新市民有了广州户籍。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推行公民同招，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步开展登记、报名、招生录取以及学籍注册。此前，民办中学违规掐尖招生被限制。与此同时，为促进教育公平，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将当地升学率相对较差的公办中学纳入由名校成立的教育集团管理。你这个没有办法解释上海它为什么民办学校也招生跟不上了，对吧？上海的户籍可没有放开啊。牛校学区房太贵，家里房子对口的初中是一所菜场中学，原计划等孩子小学毕业就入读优质民办中学，但听说对口的菜中被名校教育集团托管后，不仅学风大为改观，还从教育集团内部引进了多位优秀教师。今年第一届中考成绩改头换面，有在上海浦东区居住的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的孩子小升初还有2年时间，再观察一下对口的菜中的成绩，如果持续改观，就没有必要花钱去民办初中。据了解，上海已在实施第3轮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第2轮公办初中强校工程。随着招生形势发生较大转变，部分民办学校已着手想办法留住生源，有学校开始降低学费。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批复发现，今年有3所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有所降低，分别是广州市黄埔区华外同文外国语学校、广州市黄埔区南方中英文学校等等也就是不行就降学费吧。这个以广州理工实验学校为例，原收费标准是小学每个人每学期27200元，初中这是每学期是30700元，住宿费是每学期4100。调整以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小学学费降低4950元，初中学费降低3200元，住宿费降低1050元。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在家长对教育投入越来越追求性价比和精打细算的今天，民办中学要想突围，仅仅降低学费是不够的。在梁挺福看来说民办学校除了以往在出国留学方面有着天然优势之外，还可以朝复读生招生和奥赛类培养等方面突破。比如海南省的海口中学，一所民办学校，却在奥赛化学学科和生物学科突飞猛进，化学学科不仅获得奥赛全国1等奖，更获得世界奥赛1等奖。这个中国新闻周刊他报道的多地民办高中招生遇冷，实际上我认为是2个原因，关键原因呢，一个就是这个由于经济下行，这家长的收入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再结合这个就业情况，对吧？咱们一年1200万大学生一毕业，大部分就进入失业状态，对吧？有几百万人去考公、考研究生，完了剩下的人就找工作也找不到，变成啃老，上班还要贴钱上班，因为你要去上班的话，你要租房，完了之后你对吧？各种最后你家长还得倒贴钱，也就是你看这个教育的性价比一下就下来了，然后家长的收入还在下降，所以很多家长想通了对吧？这么昂贵的民办学校有这个必要吗？那学费1年的好几万，4年下来多少钱？完了这就是考上一个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实际上这个跟那个钢琴跟那个什么兴趣班，对吧？各种那个篮球足球各种兴趣班暴雷跑路，跟那个钢琴遇冷是一个道理就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家长有钱无所谓，对吧？给小孩愿意报钢琴给他报，想这个运动，对吧？身体发育的好一点，给他报篮球班、足球班，一节课都是400块、300块，无所谓，有钱。但是现在呢，家长没钱，对吧？那都要失业要降薪所以这些，对吧？能砍的都砍掉了。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这个上民办学校也是的。当然呢，还有其他原因，就比如刚才说的各种改革，对吧？什么就是这个落户比以前容易了，然后这个职高，对吧？
普高，还有那个中专也有出路，这些都导致这个民办学校遇冷。再说呢，刚才说出国，那出国就性价比更低了，对吧？本来现在这个美国或者西方对咱们就是一种留学的有一种限制，然后你学费还贵，完了回国你还是找不到工作，对吧？家长是越来越务实，实际上在教育这块也是面临着叫消费降级，不就是一个意思吗？对吧？所以说你要概括一下，就是教育这块面临着消费降级。以前有能力送他出国的，现在不送了，这不就是降级吗？对吧？以前上民办还有摇号啊，以前民办学校都是名校啊，大家托人呐，大家不知道以前火的时候啊，上民办学校托人的是要摇号，现在都招不满。以幼儿园为例啊，对吧？以前民办幼儿园呐，那种连锁幼儿园，那在北京啊，最起码一个月6000，贵的8000，民办幼儿园啊。但是公办幼儿园呢，一个月1800，但是家长都把孩子往这个民办幼儿园送，为什么呢？就是公办幼儿园他好像就把小孩就给你管一下就完了，放在那儿。那个民办幼儿园他搞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活啊，显得好像这个对小孩重视。哎，正好赶上经济在上行，大家有钱呐，家长无所谓。到了这个19年开始啊，明显的民办幼儿园就不行了，家长开始把孩子往公办幼儿园送，毕竟便宜啊，一个月才1800呀。民办幼儿园一个生源少，第二小孩本来就少了，所以民办幼儿园开始暴雷啊，这都跟家长的收入有关系。因为家长在教育这块开始讲究性价比了啊，已经不是那种无脑投入，这是根本原因，对吧？我有个亲戚啊向我咨询，他们家小孩上高中，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朋友啊把他孩子送到香港去上高中，然后在香港上大学，问我行不行，他也把他的儿子也送去。我说你现在送过去上高中3年，你一年最少30万吧，对吧？这100万，大学4年你得准备200万，也就是啊，你怎么着准备个最次，对吧？你省吃俭用你也得准备200万，200万大学一毕业之后，我看你这样子，你也没办法给他安排工作，还得靠他自己找，那不也是失业吗？那你还不如把这200万留在这儿，对吧？给他存银行里面，对吧？你在国内随便上个什么学校，那这是很现实的、很务实的一个做法，对吧？而且最主要的，你们家孩子啊，好像也不是那读书的料啊，对吧？如果是读书的料，学习好，这个清北，对吧？这人家一努力就能上，他也不用跑到那个香港去上高中啊，对吧？如果你小孩是读书的料，是愿意读书、喜欢读书，那你对吧？拿钱去砸培养有必要。你本身也不是读书的料，你花那个钱，对吧？你的钱没了，花掉了，孩子他也不舒服，压力大，对吧？弄得不好，搞出什么心理问题，你后悔不及啊。所以我想啊，随着这个经济在下行，像我刚才这种想法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多啊，对吧？毕竟挣钱不易嘛，就业又难。那这个每日人物说的这个文科硕士最后一条路也快没了，讲的是民办大学。他说，在工作越来越难找的当下，一批985、211学校毕业的硕士们啊，这已经读到研究生了，选择把去民办大学当老师当成就业的最后一条退路，或者暂时过渡的跳板。但是说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民办大学招生持续遇冷，一些专业院系被裁撤，没有编制托底，摇晃的民办教育系统挑战着他们渴求的稳定。不光是民办初中招不到生，对吧？高中招不到学生，民办大学一样招不到学生。他这文章主要是讲啊，这个几个主人公啊，985、211硕士毕业之后找工作。其中呢讲到啊，说社交平台上一些民办大学教师上传着不同学校的避雷帖，有人控诉广东某民办学校面试过了半年也不通知录取结果，有人留言云南某民办学校通过本科评估后开始裁员。他说最近袁小阳得知了前同事七七的遭遇，2年前七七和袁小阳一起从民办专科跳槽，他去了另一家民办本科。七七是本地人，在袁小阳的理解中，民办本科老师钱少事情也少，是最适合当地人躺平的选项。七期的学校在通过了本科评估后啊，工作反而变得更忙了。学校开始严抓考勤，给新入职的老师们安排了一间刚装修好的办公室，要求坐班，每天还要打4遍卡，其实就是逼着这些年轻老师赶紧走人，反正评估已经过了。就是民办这个他专科啊升本科的时候，他要各种指标评比啊评选了，那然后那学校就忽悠这些年轻的老师加班，对吧？在那儿冲刺，等到本科评选一过，那民办高校他就接着叫什么降本增效啊，对吧？下岗分流啊，这就把你年轻人赶紧走吧。孙琦在2019年和丈夫一起前往广东，期间她想转换职业，进入企业做会计师，结果4处碰壁。面试官直接问她有没有从业经历，孙琦愣住，问道：“难道高校老师不算吗？”对方告诉她不算，在教育系统和在企业是2套模式。几次之后啊，孙琦才确认自己仅有的3年民办大学工作经历已经把简历定型了，难以找到合适且愿
愿意给自己转换方向的工作机会。2022年，孙琦还是入职了一所民办本科院校，这次入职也和那年本科评估有关。学校为了满足师生比，扩招教师，包括孙琦在内，那一批新入职的会计系教师有数十人。去年，孙琦成功在35岁年龄危机后最后一刻上岸公办学校行政岗，离开了民办大学系统。说部分民办大学的不稳定性还与招生遇冷有关。2023年，孙琦所在的民办大学第一次出现招生没招满的情况。为了完成招生任务，学校一方面把专升本录取名额提高，另一方面开始降分补录。刚刚结束的2025年本科批次第3次补录中，广东省普通类、物理类降至400分，历史类降至428分，均比原本科线低36分。即便如此，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湛江科技大学还是引起了孙琦的注意。这所民办高校今年计划招生9086人，这要招这么多人呢，将近1万人呢啊！这个湛江科技学院啊，居然一年要招将近1万人，它是民办本科啊。但是遗憾的是，第一轮招生只有1000多名考生报考，只有1/10啊。于是开启第2次、3次补录，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孙琦认为湛江科技学院吃亏在改名上了，原来这所学校叫做广东海洋大学称金学院，让人一听背靠知名公办大学的，所以改名之前招生还不太算冷清。这个孙琦解释啊，名字对民办大学来讲很重要，一听就是民本的不受欢迎，地理位置偏远的也是招生冷清的原因啊。在同样昂贵的学费下，湛江距离企业高校更密集的珠三角地区更远，竞争不过其他民办大学。一些专业设置集中在文科的民办大学处境也逐渐尴尬，招生冷清。从业几年，孙琦了解到民办大学扎堆文科专业的原因，一方面建设成本更低，另一方面能适配更多考公岗位。然而最近几年考公人数越来越多，文科公考上岸和入职企业一样困难。对家长和考生而言，民办大学文科专业的吸引力也就减弱了。以前这个民办大学文科专业是一条捷径，是一个赛道，对吧？你上了这个文科民办大学的，你毕业之后就是考公，对吧？这个就精准啊，对准了就是考公这条跑道。但是现在因为考公大家都考啊，对吧？你这个赛道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啊。与之相对的，今年同样是民办大学的福耀科技大学招生火热，最低投档分数在600分之上，不低于一些211大学。学校出身豪华，背靠全球汽车玻璃龙头福耀集团，专业设置包括计算机、智能制造、工程等建设成本高的技术专业。上这个学校的人啊，我可以肯定，恐怕他们是希望毕业之后就能进福耀集团，对吧？毕业就能有工作，否则你说你600分，对吧？你去上这学校干啥？而且这学校学费恐怕也不便宜，对吧？很多人还是对吧？它背后是福耀集团呢。你看，所以说啊，家长和考生面前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昂的教育成本能否换来一份工作，成了更多学生和家长的疑问。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一个性价比啊。根据公开资料，民办本科一年学费几乎是公办学校的3到4倍啊！以袁小阳所在的民办大学为例，一年仅学费就要3万多元，4年读下来，几乎相当于一个4线城市的新房首付。袁小阳在一次课间曾听到学生们抱怨，学校让他们每个学期打扫1次卫生。他们说啊，我交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打扫卫生？如何走进这些学生的世界，曾经让袁小阳困惑。他总是会想起自己在民办专科的教书经历。记得刚开学时，他让学生们用一个词介绍自己，课堂突然安静下来，随后传来此起彼伏的垃圾，还有几个学生彼此对上眼后，这个叫调笑声。民办高校啊，今年也开始招不满学生了，而且那个分数是一降再降，所以我们也叫不必这个回避问题啊。说白了就是家长没钱了，家长现在开始在教育这块已经开始搞 KPI， 对吧？就是开始审视啊这个性价比。值不值，对吧？以往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能赚钱的时候，就是无脑投入，对吧？见班就得给他报，只要他能扛得住。现在呢，都要精打细算，对吧？这班有必要报吗？对吧？一看孩子也挺痛苦的，就算了吧，这钱赚起来也不容易，对吧？还有最大的一个，对吧？就是我们不可逆的，就是不太容易改变的，就是人口在下滑，人口断崖式下跌，这个国外都没有成功经验，就是你看哪个国外说人口在下跌的，然后它止住了，日本、韩国，对吧？或者欧洲、美国都一样，它就一直在下降，包括俄罗斯。
欧洲的做法就是移民，对吧？从非洲移好多人。日韩他们不喜欢移民，所以日韩的人口下降更厉害。那我们也一样，你什么对吧？一个月给300块钱刺激有什么用呢？人口在下降，这个到时候这个适龄儿童也在下降，对吧？受教育的这个现在一年新生儿只有600万、700万、800万，啊，20年以后这些人上大学，这就100%录取，你大学都招不满，对吧？这就是教育的叫过剩，对吧？你这个汽车产能过剩，教育产能也过剩了，不一样的道理嘛啊。所以呀，这个至少目前这个教育这块招生难，那是消费降级导致。这个消费降级啊，现在要充斥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从消费降级到最后消费消失了，这就是一个过程，对吧？这个过程就伴随着阵痛，伴随着更多的人失业，伴随着更多的投资打水漂，对吧？伴随着更多的暴雷。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